有30秒哦。可以开始了，嘿，没关系。姐妹们，大家平安。平安。真的很高兴看到大家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天父保守我们大家。我们要进入迎接咱的古灵年，对不？旧的年我们这个礼拜过了，再来下个礼拜5，好，再过了就是旧历的新年了，很快，所以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献上感谢，在一个新的年要开始，求神继续的加倍的祝福我们。所以这个时候，我要请大家起立，跟着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先来一个祝福，先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恭喜大家。我们先来祝福呀，恭喜发财。我们尽量的在神面前来跟他要恩典，所以我们尽量的往前面坐，我们尽量的要跟神要恩典，所以要坐前面一点点。我们要坐前面一点啊！期待我们新的年来到神的面前，都是渴望坐在前面一点，渴望来领受他的恩典。好，我们一起来宣告上帝的话语，约伯记第10章的12节，这是神要给我们的。好，所以我们要虚心的在神面前大胆的跟上帝要啊！预备来，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阿们。新的灵，好，神保守我们在这新的年的当中，将生命、慈爱都赐给我们。还有第2段《使徒行传》17章28节，我们来宣告，一起来。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阿们。我们一切是不是在乎神啊？我们很在乎，我们的神在乎我们，我们也在乎他。好，再一个诗篇31篇的15节的 A。好，预备来，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好，我们的生命，我们所有的事情，我们终身的事都在神的手中。所以这个时候，请我们起立，在这个新的年要开始，让我们跟神要他的生命、慈爱都赐给我们，保守我们身心灵，在他里面，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能够在乎神，尊主为大。我们在乎他，因为我们所有的事都在他的手上，他掌权。所以这个时候，请大家开口，为了我们新的年有一个新的思想、新的意念来感谢、来交托。为了神新的恩典要在我们身上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慈爱，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在神的掌权。我们要献上赞美。为了今天晚上你在这里聚会能够得恩，你在这里聚会能够重新得力，我们开口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相信你是慈爱的神。在新的年要开始了，我们知道你会赐给我们新的思想、新的意念，你会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的家庭、工作、人际关系，我们的身体健康，每一样都有你的慈爱。你会大大的眷顾我们，你会保守我们身心灵，在你里面有新的能力、新的恩膏。我们更感谢赞美你，
我们的生活，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在你的手上。因着主耶稣你的爱，我们能够在你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新的年，我们要成为一切都更新在你面前。我们要在你面前跟你祈求，跟你要，求你将你新的生命、新的恩膏赐给我们，让我们今天晚上透过我们的敬拜，从神你来得着，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你。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雨点更是
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的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令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诗篇20篇的第4节这么说：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成就你的一切筹算。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跟神说，在我们新的日子、新的生命当中，你如何需要？你如何知道你需要神？我们一起请，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成就你的一切筹算。我们的神真的是了解明白我们，所以将我们的心所愿的在神面前交托，开口来祷告。我们也为着即将要迎接新春假期，我们跟家人的团聚，我们出入平安来祷告。在新的一年，求神来帮助我们。新的一年，真的我们的心所愿，神来成就我们一切的筹算。我们开口，一起在神的面前祷告。我们的神，感谢赞美你，从年初到如今，你的慈爱永远与我们同在，并赐福我们。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使我们进入你的圣殿，在你的宝座前，在这个地方，我们敬虔，我们服侍你，我们敬拜你，我们祷告你，我们交托，将我们所有一切都仰望在你的手上。主，你应许我们，
你说凡敬畏你的、遵行你道的人，这个人是有福的。我们要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在新的一年当中，天父，我们恳求你，在这新的一年，伸出你的圣手来牵引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转向归你。你来怜悯我们，使我们因你的话，让我们的脚步稳当，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在神你恩典当中有你的公义。因着你的公义，我们新的一年，我们的日子，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在你的手中。所有的一切，神啊，你来成就，也让我们得胜。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天父，让我们真正的因着你的能力，我们的生命学你的样式，让我们的生命来彰显你的荣耀，成为你喜悦的儿女。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我们的神，他老早就迫不及待要跟我们说话，他迫不及待的想要造访我们每一个人，而且我们的神是凝神灌注，要注意听我们祷告的神。所以我们透过几段的经文，我们来看神是怎样的聆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第一段诗篇34篇15节，预备，请。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好，这里说他的耳朵，神的耳朵听他儿女的呼求。接着诗篇同样34篇的17节，来，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好，这两节的经文就让我们知道神是这样子的迫切，他在听我们的声音。这里这两段经文提到的听，这个听见，它原来的意思，它希伯来文原来的意思就是非常注意、注意力，然后而且是非常了解，他非常的感受明白，然后聪明的哦，是聪明的在注意听我们的祷告。所以透过这两段的经文，让我们知道神是这样子的在意的来听我们的祷告，想要与我们沟通。但是我们来看马拉基书3章16节。好，我们注意读这一段的经文。来，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的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好，这个地方侧耳而听，也是注意力非常集中，而且非常明白领悟，然后聪明的听对方的祷告。所以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听我们祷告。但是这一段的经文，它原来是让我们明白，以色列人神的百姓，因为他们的悖逆叛道，而导致神的审判。不一样的一个事件发生。所以神在这样子的一个面对他百姓的悖逆叛道，如此严重的一个大事件的
当中，他说：“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我们的神虽然面对百姓这样子的叛逆，这样子的叛道，我们的神还是非常的专注，非常的密切，来注意听他百姓的祷告，他们的声音。所以先知就在这个地方宣告：凡敬畏耶和华的，必蒙眷顾。所以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虽然百姓叛离，离开神，但是神的心永远是非常的密切，要注意听百姓他们的声音。所以神这样子的专注他百姓的说话，神为了对百姓的怜悯，今天一样，神为了与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心灵相通的渴望对话，神愿意这样子的来聆听我们的声音。虽然是面对背叛的百姓，但是神爱他们，聆听他们的声，是强过仇敌对他这样子的一个背叛。神的声音是对他仇敌所发的这样子的愤怒以及审判是不及的。神是爱他的百姓的，一样神是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因为这样，我们今天了解神的心意，这对我们富强人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恩典。但是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的挑战，是不是？再来我们会发现，我们真的有许多的挑战。不管我们居住在台湾这块土地，尤其我们面对对岸的不友善，最近的这样子的一个搅扰，所以我们生命真的是面对许多的挑战。但是我们确信，神是听我们祷告的神，神是听我们祷告的神。我们为着我们自己个人的生命，我们为着我们台湾的平安，我们为着我们居住在这个地方的台湾人在做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神是听见我们祷告的。那接着，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既然是这样密切的专注听我们的祷告，那他的心意是什么呢？他的期待，神的期待，也是要我们听他的声音。接着我们几段的经文，我们注意来看神的心意。好，箴言第4章的20到22，预备起。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的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好，还有一段。下面好，箴言7章的24节，来，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留心听我口中的话。还有第5章的第1节，来，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侧耳听我聪明的。你看这几段的经文，都是要神的心意，要我们注意听。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要注意听神的话。神密切听我们的声音，神也要我们听他的话。这是一个双向的对话，是双向的注意。我上个礼拜有特别提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双向的专注。所以我们富强人在今天，我们不可不知道，我们的神听我们的声音，那我们也要听神的声音。因为当我们强烈来听神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他那里重新得力。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7章的35节，预备请。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好，在我们双向神跟我们听神的声音，
在这一段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这一些是为了帮助我们，让我们得着医治，不是要牢笼你们，不是要牢笼你们，还有乃是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好，这一句没有分心的事。我们每一个身为富强人、神的百姓，没有分心的事。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尽量要向着某一个地方靠近，我们要靠近而坐。你们两个靠近而坐，当你们靠近而坐，越靠近的时候，我们倾心向前。当我们全人贯注的时候，注意听的时候，我们都非常在意，生怕遗漏他讲的其中的一句话，我们都要很注意听，我们生怕遗漏其中的一句话，而忽略到他到底在讲什么。所以这句话没有分心的事，让我们正在神的里面这样子靠近，让我们就像玛利亚一样，在耶稣的脚前专心的聆听他的，在神的面前他的声音。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发现就是你在跟一个人讲话，但是他好像有在听，又好像没有听进去，有没有这样的经验？然后你会再一次的，你到底了解不了解？有没有听进去？有时候我们会碰到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所以人虽然在听，却没有真正去听进去。好，有听没有进去。好，尤其是小孩子，他在正在玩的时候，你跟他讲话，真的是常常有出现这样子的一个现象。那我们在今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应当注意，也就侧耳而听。我们的神侧耳听我们的声音，我们的神也要我们侧耳听他的声音，那就是灵神专注在神的面前来听，那就是神与人同工。所以我们要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哥林多后书6章的第1节。我期待这一段的经文成为我们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好，这里说预备起，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好，我们与神同工的，我们在这里，我们是与神同工的。那另外一个解释就是神与我们协力合作，神跟我们协力而作。那我们跟神同工，我们就怎样呢？不可徒受他的恩典。我们不能只要求神啊，我祷告你要听我祷告，神啊，我需要你帮助，你就要帮助我。然后我们就没有回馈神，我们没有听神的声音。所以在这一节的经文，期待我们把它记起来。我们的神是期待我们天天与他同工，他要帮助我们，我们也要跟他配合协力同工。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话，神请听，也就是神说话，我们聆听。当我们祷告，神回答，神应许。当神应许的时候，我们不可忘记他的恩典，不可徒受他的恩典。我们要全心全意在神面前跟他协力，同心协力，因为这样让我们体会双向的能力。神与我们这样双向的能力，这是加倍的能力在你我们当中。所以当我们与神同工的时候，我们建立一个双向的关系，我们是在协力合作之下，神赐给我们智慧，神会给我们指引，神会给我们能力，我们会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人，我们会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富强人。我们富强教会是一个荣神益人、祝福别人的教会，期待神这样子来兴起我们富强教会。在这新的1年当中，我们每一个人跟神说，我要一个全新的人在你面前，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求神与我们同工，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有他的同在，他与我们同工，我们在新的1年必定是一个
生命被改变，我们的生命是丰盛有余的生命。我们这新的一年一定会带来神的祝福，在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上、你的职场，在我们富强教会，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因你与我同行。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与神建立亲密双向同行关系来祷告，也求神来帮助我们富强人、长子同工、牧者团队，我们都有合一的心，
在神的面前，在富强教会生命一起被建造来祷告。富强教会是容神一人的，富强教会是属神的教会。阿们。我们宣告，所以我们为了这3项，我们先开口一起来祷告。为我们台湾的平安祷告。我们居住在这块土地是神所赐福的土地，我们空中有许许多多黑暗掌权，让我们在生活上，让我们一切都碰到许许多多的难处。我们来宣告上帝的灵，上帝掌权，砍断所有黑暗，让我们台湾这块土地在这里活出神的亮光，神十字架的宝贵的光照耀在台湾这块土地，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充满神的亮光的，我们是被建造起来要荣耀神的。所以我们为了我们百姓安居乐业，还有我们又面对新的疫情，这个疫情的搅扰，求神来仔细帮助我们，爱我们。我们开口一起来祷告。感谢赞美你，在你面前，我们为了台湾的平安祷告。主，因着你无比的爱，我们蒙恩，也蒙着你圣手的扶持。我们要感谢，我们要赞美你。现在我们去谦卑虚心，将我们富强人交在你的手中，帮助我们成为越来越亲近你、越爱与主交通的人。求你赐下圣灵的能力，使我们在新的一年更渴慕，跟主你更亲近。跟主你有双向的沟通，有主你的同行，有主你的带领，让我们走在神你的旨意的道路上。在新的年有新的心志，能够为你而活，能够成为见证主恩的人。在主你的恩典下，我们富强人每一个人都尽职服侍来荣耀你。富强教会在这个地方要高举你的十字架，你的荣耀要被在这个地方充满你的圣殿。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也愿意分享你的救恩，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你在我们身上所做一切奇妙的作为。我们愿意在我们的工作职场上，我们亲人当中来分享你对我们的爱，你赐福给我们的一切。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祈求你来施恩保守台湾，能够在你的恩福下，台湾的百姓能够一切享平安，使得台湾的百姓的心归向你，台湾人归向你。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知道台湾应当如何行，台湾应当如何才能够成为蒙神喜悦的一个台湾的宝岛。台湾人能够在这个地方荣耀主你的名。主啊，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我们祷告是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用宣告文，我们一起来祷告。最后面牧师的祝祷后面有一个宣告文。
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主耶稣的宝血遮盖高抹在富强教会及牧者所有亲人产业上面，差派天使保护我们，求圣灵光照富强教会，看见自己的破口，不容撒旦在我们身上有任何攻击的机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将喜乐属天的能力与平安高抹在富强教会和弟兄姐妹身上，帮助我们成为神荣耀的器皿。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因你与我同行》。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行，忧伤是你同治。因你是我力量，我们宣告，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能再一次来宣告。跨过黑夜，路见过月亮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如径，愿我所历经历，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记。因主与你同行，你就不会孤寂。欢笑是那同行，忧伤是那同行。与我同行，你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那慈爱，你就能讲。晴空高过黑夜，路见过月亮海，有主手牵引你就勇往向前。愿你所行如径，愿你所历经历，处处留下有主同在的恩典。我们用掌声来感谢主，谢谢。亲爱的天父上帝，是的，当我们与你同行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满满的恩典，满满的花瓣在我们的路径上面。神啊，我们有时候软弱，有时候贪心，有时候我们偏行己路，但是主，你用慈神爱所带领我们回归到神慈爱的道路。主啊，在新的一年，当我们要迎接旧历年的时候，也是万象更新，迈向新的起步的时候。求神让我们在你面前立下志愿，愿神带领我们成为一个更圣洁、更荣耀主你的我们的人生，也让我们在侍奉、在工作、在家庭，以及我们的健康，以及我们的人际关系，每一个样都是被神所遮盖，被神保守，让你带领我们到一个更新的境界，能够成为荣耀你的生命。神啊，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每一个弟兄姐妹，大家开口歌唱，让我们在你面前将我们所祷告的摆列在你面前，愿神亲自悦纳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所做的祷告以及呼求，也是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的小组聚会，大家有美好的分享跟激励带导。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再次拍手，谢谢我们同工，请回座，谢谢，请坐。谢谢大家的辛苦哈，这个年关将近了哈，大家的心情有一点不一样哈，有一点要放假的心情，期待放假的心情哈。
牧师做了几点报告哈。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祷告会完成之后呢，我们下个礼拜刚好是堂外聚会，也是小年夜了，所以我们就没有祷告会了。那在下礼拜还在春节假期当中哈，春节假期，所以我们也没有祷告会。但是我期待呢，大家可以在家里面自己祷告会，好不好？一个家庭祭坛，特别是在除夕的时候，自己做家庭祭坛，或是你们的小组用 RPG 也都很好，都很好哈。这个是我们一个不同样的方式，但是同样跟神亲近哈。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一直在鼓励说，祷告会是大家同心聚集祷告了哈。在疫情有时候有困难，但是我们期待大家都在实体的祷告会所以刚好这个礼拜完成之后，下个月就2个礼拜暂停嘛。下个月我们的那个转播直播的部分就要暂停了哈。那当然也是因为人力的关系啦哈。如果说我们像主日礼拜有一群人来帮忙直播因为我们礼拜晚上人力比较吃紧因为也比较少，人数已经比较少了，都回来我们的实体了，所以从2月份开始，我们的那个祷告会的直播就暂停了哈。所以请大家都鼓励一起来实体的祷告会哈。那另外就是下个礼拜天刚好是春节了哈，春节如果你有的要回乡探亲的啦，到外地去旅游的啦，那就没办法。但是如果你能留在台南，或是你的亲人从外地回来，欢迎你们在下个礼拜天1月22号早上就有一堂礼拜1月22号的早上9点我们稍微慢一点点，9点才开始就像我们的一个复活节啦、圣诞节这种礼拜仪程序一样，9点才开始，欢迎大家一起来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小小的拜托，就我们在场的这个各位小组长协助一下我们因为去年没有选举长职了所以我们的这个会友名单要重新做整理。那小组长有一个任务，就是说，你的小组员，就是这个名单里面的小组员，有的比如说到中国去工作啦，到北部去工作啦所以你要把他的名字拿到，叫做不可抗力。不可抗力就是说他是会员没错，但是现在不能出席把它放在不可抗力所以这个名单帮忙抓一下交给我们的干事另外还有说，他已经本来是不可抗力到外地现在已经回来了一直把它放在不可抗力也不行。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可能已经长久失联了，甚至他把那名单要放到叫做即在人不在，可能大家不知道听不懂这个名词了就是意思就是说，他现在不在我们的会籍当中暂时把它做一个存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教会里面呢，通常会有会籍不在我们这边的会籍，就是他在外地是基督徒了，但是会籍不在我们这边，但是有在我们这边聚会所以这个名单要把它保留，叫做客籍，客就是客人的客籍。另外一个是慕道友就是说平常他都在参加我们聚会，但是他们还没受洗。那这些名单我们希望也更留在我们的客籍名单里面以后我们可以关心他、联络他因为礼拜天我们小会要开会，要确认名单。如果你能够在明天晚上以前把名单送进来，那这样可以帮忙我们的小会更精准的把我们教会的会友的名单做一个整理我们都有传给我们用电子档传给大家。如果你需要纸本的，也许可以来找我们的干事练起来，你在纸上作业这样子再次谢谢大家的辛劳我们虽然疫情还没有完全解除了，但是还是需要保护自己特别是中国现在疫情蛮严重的那因为春节交流，大家还是要好好保重我们给隔壁祝福一下，说祝福你有加倍的恩典，好不好？我们来准备小组大家辛苦了，平安，大家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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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